係真愛啦。咁我想問問有幾多係第一次被邀請嚟到呢個會場有冇嗰個朋友起立好唔好？起立啊！起立啊！先嚟起立啊！第一次啊！起立啊！咁多啊！冇企起身嘅朋友做咩啊？起立啊！熱烈歡迎真係，多謝 ，thank you， 多謝。好感動，我睇翻個片，呢個片我拍呢個片嘅時候，我39歲，已經過咗13年，我而家52歲。哇！所以今日新朋友，新朋友，點解咁遠叫我嚟啊？5000萬嗰啲你哋喺 New Skin， 隨住時間佢就會到㗎啦。難得嘅係咩？搞咗23年，哇！你睇個腰身。呢個真係幾犀利，揾到5個億，你都換唔翻52歲咁嘅狀態，因為人生最尾健康同埋年輕嘅生命狀態係你嘅終極需求。呢個就係 New Skin 俾到你嘅，你要真正明白 New Skin 嘅意義喺邊，對你嘅人生嘅意義喺邊度，呢樣好重要。所以點解咁有激情？我今日好感動，對於我嚟講。嚟到香港，我非常嘅感動，見到呢啲我嘅前輩，當佢同我講你好犀利啊，超越咗前輩，喺我心中永遠冇超越，因為冇呢啲前輩嘅故事嘅激勵，冇佢哋披荊斬棘喺前邊鋪路，冇當初我嘅上級林生林太喺非典期間嚟到廣州，冒住所有嘅風險喺度開始呢個市場，點會有我哋？冇呢啲前輩，永遠冇我哋，所以唔存在超越。我永遠同人講，我超越唔到，呢冇辦法去超越㗎，冇辦法。永遠我都珍惜同感恩。我見到所有嘅香港嘅領導者，今日佢哋願意嚟到呢個現場，我已經好感動，因為佢哋都已經功成名就，佢哋唔需要再咁勤力。呢個本身呢個節就唔需要佢哋咁勤力，佢哋有一種語言喺呢度。我從佢哋嘅身上睇到咗真正嘅叫做香港嘅精神。今日每一個喺呢度嘅香港嘅朋友，香港嘅代表好多嘅嘢。香港代表咗東方之珠，佢係一種香港嘅精神，正係呢一批前輩，佢哋嘅香港精神，所以香港如此嘅輝煌，如此嘅有國際影響力，係華人之光香港呢個城市。所以佢哋嘅精神代表點解 New Skin 可以呢間公司歷經亦會有起伏，任何一間公司從零走到百年老店，走向偉大嘅企業，佢中間一定要經歷好多嘢，包括今日在座好多比較年輕嘅朋友。我亦唔怕同各位講，呢個世界上所有嘅富豪，不論係偉大嘅公司、偉大嘅有錢人，包括香港咁多嘅富豪，你可以問一問佢，佢人生只有第2次、第3次賺到嘅錢先真係佢嘅。第一次賺到嘅錢可能靠運氣，嗰啲叫做浮財，浮喺上面。佢一定要經歷，所以你見到偉大嘅企業家，邊個唔係經歷過，甚至想自殺嗰種壓力，歸零，從頭開始佢再起。所以今日你見到一啲伙伴，如果你今日衝咗個咩一個拼街呢個叫咩紅寶啊，係嘛？喺香港叫紅寶，不能叫乜啦？紅寶、藍寶咩鑽石，掛上去咁啊，正常，因為第一鋪浮財，你得不配位，你要經歷過。第一波你可能湊熱鬧，哇起得快嘅時，一切都係最好嘅安排。一跌落嚟唔係最好嘅安排。老天你點解咁樣對我啊？就咁怪啦！你信嗰時間你唔問個天點解咁樣對你嘅？你唔信嗰時要問天點解咁樣對你啊？點對你都係正常，因為你要攞到，你要知道 New Skin 俾你嗰種結局係4個字叫非凡自由。呢個世界上99%嘅人係好難得攞到非凡自由㗎。憑乜嘢你唔要經歷，你就可以攞到大部分人攞唔到嘅嘢？甚至呢個世界，你睇下幾多個人真正攞到好豐厚嘅不在職收入，或者叫做非勞動型收入，或者叫做資產型收入。呢個世界大部分係攞唔到咁樣嘅收入㗎，絕大部分嘅佢哋攞到個唔在職收入就係退休金。所以我好清楚 New Skin 叫你投咗咩嘢，叫你成副身家投落嚟，叫你去銀行貸款。呢香港幾多個千人其實銀行貸款都好高㗎，壓力好大㗎。New Skin 乜都冇，你憑乜嘢冇咁大金錢嘅付出？老天係公平嘅，如果一個生意你要提供好大嘅金錢，好奇怪，你用金錢去買人
人哋嘅專業、人哋嘅生命幫你做嘢，但係 Newskin 唔想投入呢啲嘢，咁你唔想再投入啲生命時間，憑乜嘢啊？你可以攞到咁偉大嘅結果，冇可能㗎。所以我從做 Newskin 第一日開始，我知道呢 Newskin 呢個生意叫做無中生有。我因為乜都冇，所以我跌，我起伏起伏起伏。每次啲課我聽你冇乜點低落㗎，我都有低落㗎，只不過我低點比較高。因為大部分人你唔知大部分人做我另外做 Newskin 就係3個曲線圖，一種咧就係咁嘅，一上嚟好興奮。呢一跳成功，跟住，會啦。一種咧，興奮唔掂，唔肯死，起落，冇成長。亦即係講，我同人講啦，大家都要咁行。你只要一喐，你只要行動，但係你真正要成果，你要向前行。你原地踏步叫表演努力，冇用㗎，因為你總係喺你嘅舒適區裏面做，其實嗰個舒適區你並唔舒適，係你嘅習慣區。但係你要突破，你要攞到10倍嘅收入，你一定要行出你嘅舒適區。但係你表演琴日我有做啦，好勤力啊，冇成果唔好怪我係嘛？但係佢就唔敢去行，離開佢嘅舒適區。所以突破比勤力更重要。你要有突破，因為你嘅生命突破。我唔好意思，咁多次佢喺度嗰度班門弄斧。因為點解我今日嚟，我唔需要咁認真講㗎。點解我咁認真？因為公司老點我，佢話哇嗰時緊張到同我講，係香港嘅所有領導人話一定要你嚟。我話你咧就想我嚟，你又講香港呢個嚟，香港呢個根本就唔想我嚟。我今日嚟見證係咪真嘅先？我哋個公司想叫我嚟，我哋嚟講嘢。唉，其實好多想啊，等大家唔好眼瞓係咪啦？好啦，咁我經歷咗今日嘅時間幾多？我今日更多嘅係同大家嚟匯報下我自己喺過去咁長時間。因為我喺一線做嘢，包括我睇到咗呢個中國同埋世界 AI 嘅發展、社會嘅變化、地緣嘅政治不確定性，我見到我身邊好多人，特別喺中國大陸講真句，好多人喺嗰段，我同人哋講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嗰30-40年，你放到整個中華民族嘅幾千年嘅歷史，都係好偶然、好短暫嘅一段。嗰種高速嘅發展其實係唔正常嘅，但係因為你已經將唔正常習慣咗，你以為嗰個係正常，所以當佢回落翻正常啲嘅時，你受不了啦。而且佢哋好多人都係賺咗浮財，佢冇真正嘅實力，只不過因為運勢一到，買間屋又翻咗5倍。各位你聽到未？但係實質上佢並冇咁嘅承載咁多財富嘅能力，所以一個經濟波動佢就冇。再疊加老齡化。好多人非常焦慮嘅恐懼，所以好多人問我：而家咁未來嘅世界會點睇？我想同大家回顧下我咁多年，我見到咁多我自己一啲少少嘅心得同埋思考，同大家回顧下，以及喺未來呢個世界呢個動盪不安同埋充滿咗不確定嘅世界，你點樣可以安身立命，可以真正穿越呢個週期？因為人呢個世界無非就不斷嘅週期。嗰個高速發展地產嗰種高周期過咗去啦，不論你懷念你後悔乜都冇用，佢過咗就係過咗，但係佢會仲有另一個周期。咁呢個周期你最重要做乜嘢？可以令到你活落嚟，活下去，到穿越嗰個周期，甚至可以逆襲，係咪叫逆襲？逆市啊！你可以翻身一樣，打仗嗰時都有人揾錢，呢個時代永遠係關鍵，你唔可以揾到趨勢，就係勢決定事。我送呢四個字俾大家，佢趨勢嘅勢決定事情嘅事。你做咩事要睇勢嚟做？你要知道個勢喺邊度。首先，我哋冇辦法迴避一樣嘢叫 AI。我同好多人分享過，我點樣用最簡單嘅方式，令到你聽得明嘅方式，知道未來呢個世界你嘅危機喺邊度。各位人
人類嘅歷史上邊，每一個階段都會遇到一啲危機，人口嘅經濟嘅衝突嘅危機。人類穿越危機通常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就係戰爭，用打仗解決一啲人口，解決一啲問題；另外一種方式就叫做科技突破。佢通過科技嘅突破，去穿越咗一啲危機，令到人又見到新嘅希望。咁人類過去咁多年嚟，我哋嘅每一次科技突破，都係人類社會做加法。點樣理解呢句話咧？就係每一個科技突破，佢會帶嚟一個新嘅好多人嘅新嘅就業機會。呢個叫做加法。比如互聯網，講真，佢中國大陸，你諗下今日有幾多人嘅生計其實係同互聯網有關嘅？哪怕嗰個外賣快遞係咪都因為有互聯網、有平台，佢先有咁嘅工作機會？所以佢嘅繁榮過去嘅技術突破係俾人類社會帶嚟新嘅繁榮，叫做加法。但係 AI 今次係人類歷史上，我再講多次，係第一次，亦可能係最後一次。呢種技術突破，佢第一次係做減法。咩意思 ？AI 呢個技術越突破，越唔需要人，人越冇嘢做。呢樣嘢其實全世界都唔知未來會點，大家都唔知點，但係大家都好怕會被淘汰，所以就 all in AI，大家都好焦慮。但係唔好意思，佢就係會咁樣發展，唔由你嚟控制。亦即係講，未來呢個世界確實，我係一個長期主義係非常樂觀嘅。我相信未來 AI 終有一日，當物質極大嘅豐富，呢種 AI 機器人生產物質極大豐富，人類真係唔需要好多錢都可以過到美好嘅生活，因為佢物質好豐富。但係呢樣嘢咧，人長期樂觀唔代表短期盲目樂觀，因為呢個結果之前呢個過程，我可以同你講係非常殘酷嘅。好多人並唔知道自己，你嘅日子係一個，你覺得都冇乜變化。你知唔知技術嘅突破可能到咗個臨界點之後，可能喺1年之內突然間大嘅突破，你突然間就冇嘢做，冇任何機會。佢係咁樣嘅過程。再講一次，再疊加努力化，確實會有好大嘅挑戰。據我所知，加拿大已經有啲地方議會喺度討論，未來要準備好錢俾呢啲被 AI 淘汰嘅地方嘅最基本嘅生活費用，因為佢冇辦法，呢個唔係政府可以解決嘅技術發展就係咁樣。所以你要知道，呢個世界未來唔係你用過去嘅經驗可以想像嘅。咁喺呢種情況下，我哋普通人點樣可以度過呢？因為我再講一件好殘酷嘅事，絕大部分嘅人其實係基本上冇乜機會分享 AI 時代嘅紅利嘅，同你無關。呢個世界 AI 仲會帶嚟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未來會貧富極其懸殊。你可以想像而家中國嘅一個 AI 嘅科技公司，3個90後嘅僆仔搞下，突然間就可以賣20幾個億美金，呢個係冇辦法想像嘅以前。但係問題係有幾個咁嘅人，亦即係講未來之後，你啱好你係頂尖嗰種科技人才，你可能嘅收入會高到普通人冇辦法想像，你可以超越前輩100年累積嘅財富，你可能通過呢個時代你攞到，但係絕大部分人同你無關，你就係嗰個代價。所以我今日有錄像我都唔怕講，我預言喺呢度，未來人類一定會喺全世界各地發起反 AI 運動，一定會，時間問題。各位我哋拭目以待啊！當然你要活到嗰個時候，所以呢個就係好重要嘅嘢，我哋今晚嚟傾嘅。你要健康咁可以活到嗰個時候，特別係你仲要活到嗰個時候，仲要冇錢點啊？真係〜人仲喺度，錢冇咗仲戇居啊！人死唔去，錢仲喺度啊！人死唔去，錢冇晒，係咪？所以咁好多人問我，咁你點睇我哋未來最重要嘅？你可唔可以最簡單總結我未來要做咩？最重要係咩？我其實好簡單，就2個字叫健康。我今日分享嘅重點其實就喺呢度，同大家分享完就2個字叫健康。呢個健康分咗3個層次，呢個係我自己親身嘅感受。亦係我自己每日都提醒自己嘅。第一個層次就
健康分咗3個層次，你要喺呢3個層次做好健康，你就可以度過呢啲階段，你會迎接美好嘅未來。第一個就係最基本，大家第一個反應就係身心健康，心態嘅健康。因為而家好多嘅呢種你無法阻擋嘅呢種污染啊，包括情緒嘅污染啊、飲食嘅污染啊，我同你講，尤其係情緒。以中國大陸市場為例，佢哋嘅其實中國大陸而家好多人係有抑鬱症，多到係冇辦法報導嘅。包括你哋見到嗰啲網紅啊，嗰啲咩搞笑嘅呢啲網紅啊，佢呢邊拍完搞笑視頻，嗰邊食抗抑鬱藥嘅。我同你講，你永遠冇信嗰啲視頻鏡頭，朋友圈越正能量嗰啲，可能翻到去越憂鬱。我同你講，好怪嘅人係你冇信嗰啲嘢啊！呢個世界好多人係好焦慮，冇辦法。加上呢種自媒體呢種極大嘅信息量，而家嘅人嘅頭腦嘅對信息嘅處理已經達到極限啦。你諗下，我哋以前邊有咁多信息？而家你每日手機俾你幾多信息？你點樣分辨處理呢啲信息？所以你嘅頭腦健康、心態健康、身體健康，我以呢個世界未來就有一個趨勢，係100%，6個字。全世界都一樣，尤其係中國大陸同埋香港、台灣都一樣。喺華人世亞洲更加唔使講，日本、韓國都一樣。叫做嗱，記住呢6個字，呢個就係趨勢，叫做老齡化、少子化。通俗啲講咧，就係周街班老嘢，年輕人又唔生。香港最新數據都未到2026年，我查到嘅最新數據到2024年2年前，香港60歲以上嘅老人嘅佔比已經超過31%。咩意思？成條街行每3個就有一個60歲以上嘅。其實呢件事係好得人驚㗎，因為你老得嚟仲要唔健康。我同你講，而家中國有個好大嘅壓力，中國大陸就係中國大陸最新嘅數據，中國大陸而家嘅社保。國家有統計，睇呢啲錢使咗邊，每年使咁多社會消費咗，佢會做統計，最新個數據出嚟，所以而家中國將醫院之前叫做未病就做未病，唔係治已病。點解？因為出嚟嘅最新個數據覺得好驚，因為70%以上消費嘅社保每年每個月係使咗喺慢性病，呢樣嘢好得人驚。點解？咩叫慢性病？就係醫唔好死唔去，明啦嘛？個個月要使。如果你係急病，你明唔明啊？救咗你就好啦。問題你個個月要買啲降壓藥啊、呢個藥啊、嗰個藥啊，咁使法。然後年輕人越嚟越少，仲要唔交社保，你覺得可以捱幾年？自己諗。你係政府，你點辦？你一定會號召大家，好在一定要喺將醫院之前要開始搞健康。所以呢個時候，真正嘅 News 嘅機會，其實今年先係元年。所以我順便解答嗰啲朋友嘅疑問。佢當 News 經幾好，老公司啦，我中意做新公司，呢啲係香港幾年？你做幾年？你做咗23年。我中意做新公司，新公司先有機會。講呢句話咧，首先證明你唔係你創嘅人投機嘅。我唔好意思咁講。你話啊？哦，咁你嘅意思即係2年之後係咪有老公司？咁唔使做，你後邊啲人點做？如果按你呢個理念，我唔知香港真係已經太耐唔知。香港講割韭菜，香港點講？即係後邊都係咁樣表達㗎，冇一個專門嘅詞語。即係你諗，你成日都割後邊嘅韭菜，你成日都想做嗰個頭哥，啱啱相反。第一個，我勸你輕易唔好做新公司，因為新公司會有巨大嘅各種嘅隨時嘅變化，佢仲極其唔成熟。就好似一個人有一句呢啲生仔都有句話，細蚊仔叫3歲生根，即係3歲之前佢都未企定，佢隨時會各種嘅病。你連買保險都知道，3歲之前呢個細蚊仔嘅得病同埋死嘅概率都好多嘅，3歲之後就會低好多。所以新公司係高風險。第二，咁你既然咁中意做新公司，我同你講 ，New Skin 喺你心目中永遠都係新公司。我同你講一個最簡單嘅定義，伙伴們，你以後你哋再多人咁樣講，咁我哋定義下咩叫新公司？我嘅定義分享俾大家。一間公司
佢永遠有創新能力，佢永遠都係新公司。如果唔係新公司，好快變成老公司，冇意義。呢啲人永遠有創新能力嘅公司，就永遠係新公司。Mr. Mile， 每一個新產品其實如果你睇明咗，就係一個新嘅商機。講真嗰句啦，如果而家 New Skin 啊，其實真係唔需要咁多產品。你搞幾個最專注嘅產品，搞成套裝38000港紙入單，嚟啊！唔使講得嗱 ，TRV90、阿明哥、魚配個 Prince Mile 嗱，最多搞咗套 Angelo 嘅套裝，又耐啊嘛，38000啊！幾快啊！你講，唔使講多嘢。但係 New Skin 唔係香港公司，我哋係長遠嘅想法。亦即係我同你講，我唔怕同各位講 ，New Skin 公司隨便攞出一個產品，如果放到其他公司，就係一個市場。人哋就可以喺你講啦，就攞呢個產品已經插到好大嚟做啦。所以你唔需要擔心呢樣嘢。New Skin 係間永遠有創新能力嘅公司。仲有一種諗法好搞笑，同我講話你睇下 New Skin 而家，有啲直銷，啲00後新時代嘅人類係唔中意做㗎啦。呢啲已經 out 咗㗎啦，係咪好多人咁講？今日有冇00後啊？你都係好另類嘅。好多人同我講話00後新時代人以後就唔中意做直銷啦。我話第一你要搞清楚，00後唔係唔中意做直銷，係佢乜都唔中意做，佢根本就唔想做，同直銷無關。我兩個仔00後乜都唔想做，淨係想冚到。所以順便提醒各位，已經有比較大嗰啲仔女嗰啲啊，錢一定要放喺自己手度，絕對唔可以俾仔女。想你個仔女孝順啊，做點先得？我佢有，佢買唔到，佢買下邊有㗎，佢買唔到。而且你想你個仔孝順，你有米咧？你有米佢一定孝順。你將啲米俾晒佢，得鬼行嚟屋企睇呢個死人老蝦，我都中意睇㗎。你發紅包嚟睇嗱，我好清楚呢個就係人性，我冇任何其他意思啊！你哋係咪笑？你自己都知道，好多00後佢唔係唔中意做魚生，咩唔中意做直銷，佢乜都唔想做。第二個，各位唔好忘記一個好重要嘅數據，我同佢哋講，我根本唔在乎而家00後加唔加入，因為00後佢哋都會老，你俾啲時間。我當初嚟嗰時29歲，咪好似而家00後咁樣，基本上。佢會老㗎，而家搞掂07、08、09年後夠晒做啦，咪咁樣搞00後嘅。Yes。各位，你要知道中國未來成長最快嘅群體係60、70、80、90。呢啲人喺香港喺中國大陸嘅佔比甚至會佔咗1半以上係呢個年紀嘅人。你做呢啲人群夠，因為佢哋有需求。佢哋已經，你知唔知而家舉個例子啊？而家70後。我係74年2月嘅，70後呢，而家中國大陸俾呢啲保健品醫藥公司就精準捉住我呢個70，因為70後有一個好大嘅特點，我哋呢一班人啱啱好經歷咗改革開放，我哋呢班係把握咗啲機會嘅。而家喺中國最重要嘅掌握財富嘅啱好就係70後。咁好啦，佢話呢啲我哋呢班人被呢啲公司定為一個名詞，叫做初老階級。即係啱開始老啦，初老啦，你有幾多70後啊？你而家就俾人精準定住啦，你叫做初老階級。嗰啲80、90年，我哋冇試過過幾年你就係啦，好大㗎咋！我哋係最大嘅需求。而家全世界喺度通脹，中國通縮。冇辦法，因為地緣政治。舉個最簡單嘅例子，如果你聽完之後好簡單。中國靠咩發展之前？歐美開放市場合作，輸入技術，教你人才，培養你。我哋嘅勞動力廉價、勤力，做出嚟嘅嘢又平又靚，賣俾佢哋，所以全世界都好舒服，大家經濟都好好。我啲嘢賣出賺外匯，佢哋又享受到平嘅嘢。點知而家一旦話最近有啲唔開心可能拗撬，唔制啦，要分開，好啦，
嗰邊再都享受唔到中國呢啲平嘢嘅紅利。通脹明啦嘛，嘢越嚟越貴，因為佢揾唔到呢個世界。你以為咁快就可以喺東南亞揾到一個地方可以複製中國整個產業鏈？冇可能㗎！中國嘅整個產業鏈嘅建設係幾十年累積嘅，包括啲技術工人、受教育程度，同埋中國人嗰種聽話、執行力，呢個絕對唔係外邊可以比，所以佢哋冇辦法。所以外國就通脹，咁中國就短期出咗問題，因為我哋原先係購賣俾佢哋嘅，點知而家我哋人哋話要加關稅賣唔到啦，點辦？內卷，明啦嘛，所以我哋就通縮越嚟越平，大家都加價戰，因為太大量嘅生產又唔敢停，但係生產出嚟咧，以前賣俾外邊，而家外邊買唔到咁多，攆咗翻嚟，你明唔明啊？就咁簡單。所以人隨住老齡化，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消費會降低，因為人隨年紀嘅增長，佢慾望會降低。點解消費就係慾望？年輕嗰時係咪要買個咩 LV 啦，係咪啦？愛馬仕啦，係咪要？你到咗我哋呢個年紀，有老有殘，成身名牌都要啊！所以我啲咩你一定要記住啊，東叔嗰句話叫東叔啊！我啱做屌錢嗰時，人哋叫我東東，後面叫東哥，而家叫東叔，估計下次嚟叫東爺啦。呢個世界就係咁樣啊！我舉個最簡單嘅例子，我啱喺啲揾到錢嗰時咧，人就係我都慾望過，冇辦法。咁啊，俾啲嗰啲公司啲高層啊，你認識啊，同呢啲前面呢啲香港嘅呢啲名門啊認識，咁我都開始學人哋話買隻靚錶，人哋話係咪做呢一行？因為我從來唔會用物質去吸引我啲伙伴嘅。咁後邊我都覺得哇，買隻咩百吉菲烈啦，可能咩好故事啦，俾人哋洗腦啦，講故事啊，好傳情，我就買隻百吉菲烈限量版啊！我都收過幾隻名錶，全個玫瑰金嘅撈啦，覺得一旦使用覺得真係幾型啊嚇！你睇明嗰個錶，我仔買俾我嘅健康手錶260人民幣，啱啱我個心率、睡眠質量嗱，你有呢個要老咗，你買啲咩？你明啊？我叔啊，咩意思啊？我唔需要嗰啲嘢啦，我嗰啲嘢對我冇意義啦，冇意義啦嗰啲嘢，呢個就係點解國家好怕老齡化？一個老齡化社會，佢嘅消費一定會萎縮，佢只有一個地方消費會增加，健康。呢個叫做細明啦嘛，所以呢個時候，如果你再做咩啊賣奢侈品啊，去開個咩母嬰中心，你真係抵你窮嘅。做乜嘢？我哋諗緊咩？你知唔知個錢都流？你要知道你賺咩錢，就係錢流去邊，你要做邊一行。你要知道未來嘅錢一定會流去邊，就係健康。甚至我同你講，未來只有兩樣嘢。自從喺中國大陸，今日同各位分享，我做咗好多數據分析同埋同業嘅人，我了解個行業嘅。中國只有兩個地方係消費，仲會將錢消，其他地方能減就減。如果你知道而家中國嘅二手豪車跌成點啦，幾多買豪車嘅人執笠，幾多賣奢侈品都買唔到。但係只有呢兩個行業仲喺度發展，第一個就係健康，大健康；第二個係咩？叫做文體旅，文化體育旅行。因為中國人再點樣慳，佢覺得我最尾一個我活住一種活力就係去旅遊，當然係窮遊，即係所有收費景點唔去，免費景點先去，大都遊，再加上中國啱好而家有高鐵係咪？交通好方便，所以你見到中國好多人喺旅遊，佢冇嘢做都佢出去旅行，其他消費能減則減，所以你就知道。但係文體旅基本上同你無關，你冇資金冇背景，你參與唔到，你最多就係消費，只有邀請俾你機會。再講一次，只有邀請俾你一個普通人一個機會，參與到呢個大趨勢。仲要我唔少講咁多嘅產品技術，咁多嘅老師，你可以叫做借到力。點知傳統生意最辛苦喺邊度？你借咩力咧？單打獨鬥。漫漫長夜得一個人，同邊個傾訴啊？喺 New Skin 真係你老闆少少心態問題，乜6個老師出現，又氹又錫，真係你自己創業邊個錫
你同邊個發脾氣？揞啞底啦自己，嚟到呢啲就唔同啦，喐啲有脾氣，唔做啦，好辛苦咯，分文爭啲搞唔掂，一係就唔覆信息，啲老師問唔問佢咧？問佢有冇呢個壓力咁啊？問佢唔覆，終於放個微笑嘅表情，唔知咩意思？你想點到底？禮貌科覆，證明佢仲未死，仲喺度。係咁㗎，咁點辦？佢老師嗰啲下級都係咁樣，點辦啊？你賺嘅領導力嘅錢就係有一部分就係賺呢個錢。佢就係磨你嘅心智，呢個就係咩叫積德，咩叫德，德不配位，咩叫德？德就係你嘅心性。呢個係人嘅事，人係情緒嘅動物。呢個就係磨你嘅心性，磨你嘅內心、愛心、無畏心。你係咪真係為佢好？唔需要躲避，該面對，該溝通，大家互相核對。大家嘅定位冇嘢㗎。你如果淨係想做個分享者，咁你咪攞分享獎金咯，有咩壓力啫？但係你冇理由你只想付出分享者嘅付出，想攞到連鎖企業家嘅領導力收入，呢樣嘢唔公平嘅喎。呢樣嘢係咪嗱？你要配得起你嘅付出㗎喎。呢啲無非就一日就分享者攞個百分之幾分享獎金，冇少你嘅，因為你冇做咩嘢，單聲咪有咯。後邊嘢都係你上級做嘅，你想點？係咪？你係淨利潤啊！你係淨利潤啊！你想點啊？一係咧，你係做一個分店嘅店主，就係、是、我哋香港叫咩主任 SR， 就係你可以理解就係你決定加入一個分店嘅店主，你做呢個店主該做嘅。每一個店主係咪想建立客戶嘅年度啊？你建立20-30個客戶，你一個月揾到唔少㗎，係淨利啊！咁當然你再往上，你可以做一個連鎖企業嘅企業家，佢商業唔同，對你嘅付出要求就咁簡單。大家核對我，你做分享者做你分享者，你有咩壓力啫？但係我哋又冇怨，又話嫌錢少。啊，我係咪離開咗主題啊？我見到大家個面紅一陣打一陣。我跑咗題啊！你係咪轉咗翻嚟？所以好多人問：哇，點解你要用 NewSkin？ 大家都用，我見到你哋啲經營者效果比嗰啲客戶要好，純客戶要用多，大家都用咁多，甚至客戶咧比你更多。你有錢，但係點解冇你哋嘅效果？喂，你唔好忘記咗 NewSkin 係一個環境，你唔喺呢個環境，呢個環境係一個積極正面善嘅力量，上游心生。我哋嘅夥伴喺呢個環境裏邊聽我哋嘅點啦，各方面喺關鍵嘅時候，佢會好低落嗰時，哇！佢就會聽到佢嘅老師，大家就互相扶持，佢個內心就會有平復，所以佢成個人都向上㗎。咁你睇下，如果你唔喺呢個環境，你係啊有錢唔要錢啊，邊喺度拍緊我哋啲嘢咁啊？個死佬又去標婆啊你，激死㗎！好多女嘅就咁喺屋企所以佢冇乜效果。佢拍咗入去，但係佢個心理喺度變，死喺邊啊！激死我！一日生意煩到死，吹！你諗下，你點樣效果咧？真係㗎！但係呢個書裏邊就唔同啦，成個人你冇咁多咁樣嘅事，或者你至少有人幫助你，喺嗰個時候可以令到你覺知，會轉念，會化解，你唔孤獨。所以確實喺呢個環境裏邊會被滋養。記住伙伴，如果人哋問你點解你係做呢啲一個團隊咧？團隊係做咩嘅？就係扶持同埋滋養。我喺外邊邊個扶持滋養我？你做生意都係想賄賂你嘅，真係㗎，想外邊搞你嘅。你試下你做嘅生意好啲嚟屋企人好少人想搞死你。有呢度幾好。大聲講我5000啊，下邊人做開心喎，你幾神奇你嘅生意？點解？因為喺呢個台度，伙伴記住，以後唔再問你咁開心啦，你咁激動流眼淚做咩？上邊人同你咩關係啊？
你話因為呢個台上嘅每一個人，佢哋都係你自己嘅未來，佢係可以被複製同埋超越嘅。呢個台上嘅每一個人都係可以被複製同埋超越嘅。我哋嘅關係唔係老闆同員工嘅關係，唔係階級嘅區別。我講得好明白。所以你見到每一個台上面嘅人，你記住，你睇到嘅唔係人哋，唔係另外一個人，係你嘅未來。永遠睇到係你嘅未來。呢個時候當你睇到我嘅未來，我內心講出呢一句話嗰時候，自己我已經同呢個美好連接。呢個好大嘅秘密，好多人點解呢一世揾唔到錢？好多人呢一世點解冇辦法幸福？佢冇法同幸福同埋錢連接，因為佢唔信，佢覺得同佢無關。我喺03年9月份第一次嚟到香港參加 New Skin 嘅聚會，就坐喺最尾嗰排。但係我信咗，我覺得我可以得到同佢連接。23年之後，我都唔知有冇5000萬，真係㗎！查實我博到500萬冇乜點博㗎啦，你一張攞嚟。03年加入，嗱呢一段真係好博，而且呢一段 New Skin 喺中國嘅改變好多。啱嚟中國，中國政府你都明㗎啦，好多嘢變嚟變去，咪一批寫一批嚟，一批寫一批嚟，係咁啊！我就唔講啲辛酸史料，咪今晚邊度夠時間？睇到我而家好型仔，我除咗件衫，好多傷痕一樣啊！咁啊，我同我老婆講過嘅。我哋做到100萬咧，我哋先考慮要細蚊仔。咁 New Skin 人係好犀利嘅，信念堅定，加上身體好，所以07年一達到100萬咧，我老婆又有咗第一個。咁啊08年我第一個仔出世，咁我全程就陪住我老婆。講真，我嗰1-2年確實冇咁多，因為我要嘅就係呢個時候去享受呢個過程。所以我大仔出世，跟住咧我冇咁多啦。點知09年出嚟 A 住咯，我同曾瑞海見咗面，我得機會嚟，我同老婆講話你啊個仔都1歲啦，可能都陪到差唔多啦，機會機不可失。咁啊12年，咁啊500萬啦。注意你就見到原生制度咩叫倍增。我個第一個100萬係咪用咗4年？100到500咪差唔多400。我嘅第二個400萬係用咗5年，07，我唔知大家跟唔跟得上我速度，你明唔明？你要知道呢張圖裏面代表咗原生嘅所有嘅美好就喺呢張圖裏面。跟住12年，啱啱500，13年1000，而且我第3個500萬1年，而且嗰年我真係我感覺到呢個事業叫做失控，我都唔知會咁嘅。呢種傳統生意好怕自己嘅生意失控，係 New Skin 你最中意失晒控，啲人都唔識，但同我有利嘅關係。跟住你啱啱見到嗰個短片，就係公司13年前同我拍嘅，1000萬美金。點知嗰個片拍完剪輯出嚟嗰時，公司通知個團隊要幫我拍2000萬美金，11個月1000萬，明啦嘛？第一個100萬用咗4年，第二個400萬用咗5年，第三個500萬用咗1年，第四個1000萬用咗11個月。跟住我哋要承認市場有波動啦，又 Covid 啦，又封控啦，我哋一樣有跌㗎，你以為佢老師一樣有跌嘅正常，我哋唔需要掩飾呢啲有乜嘢。呢間公司如果永遠識做唔得人驚係有問題啊，正常㗎。蘋果乜公司都係咁㗎啦。Amazon 當年啊，而家幾萬億美金啊，當年歸零㗎咋，呢個破產啊，都要經歷㗎。經歷過呢間公司嘅得先可以救，先可以穿越到令到人哋相信呢間公司有信用，經得起考驗。你個老闆唔會喺低迷嗰時走，所以我好感恩啲先，幾時佢都承諾咗佢當年嚟中國。我話你話，只要喺中國有一個人相信我，你先仲有一個 S3，我就唔會走。就係因為呢句話，呢句承諾，呢樣好多公司做咗啦。淨同你講快，佢唔講佢投入咗咩嘢，佢淨係想你投入。你要先係先 show 下，先 show hand 投入。咁我怕咩？咁啦，有 Covid 呢樣嗰樣。市場有跌，好似通知我5000萬，
點解？好多人話點解跌咗點解你仲收入仲有？因為有 VVIP 啊嘛。今日訪問你以為你哋係 New Skin 嘅定位係芬蘭咧，嗰啲叫做 dessert 甜點嚟嘅啫，俾你能量補給站。就你跑馬拉松啊，行到呢一步嗱，先俾你一個嘣嘣，恭喜你到咗第一步啦！哇，咁開心啊！咁你就坐喺度，哇，食下嚟夠喺度，你諗緊咩？前面跑繼續拼目標唔係呢度啊！大餐都根本唔喺呢度，你唔係為呢樣嘢嚟嘅。你真正嘅目標，你如果知道呢啲制度呢個偉大，人哋公司如果見到我咁嘅，一定諗辦法控制我。你影響力太大啦！如果你開公司，你最大最 top 嘅 sales 佔你公司咁大營額，你一定諗辦法用個制度控制我，令到我賺少啲，甚至逼走我，留低佢哋想留低嘅嘢。但呢間公司唔係，佢仲要過嚟我喺度先，我再俾多啲你做啦。仲有咁嘅事啊？因為我原先真係諗住唔使做啦，我點樣先可以令到喺度先繼續做啦？你做同樣嘅嘢，我俾多2倍你。咁你邊有咁嘅事啊？幾幸啊！你哋一定要知道呢個倍增呢個制度。好，咧我都未講，時間到，仲有幾分鐘都未講第二個健康啦。第二個健康叫做財務健康，呢樣好重要啊！第一個身心健康，知道點解嚟 New Skin 啊嚇 ？New Skin 不但止你嘅身體健康，仲要心態健康，所以成個人就年輕態。身心健康，第二個好關鍵叫財務健康。我用最短嘅時間同人哋總結咩叫財務健康，好多人冇呢個概念。你以為好多錢就叫財務健康咩？